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这么爱我们，主啊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。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，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主，你就第一爱我们。在我们还迷路的时候，在我们还趴在地上没有办法起来的时候，在我们没有人愿意理我们、唾弃我们的时候，在我们被背叛，在我们在那种痛苦，你已经定义爱我们，而且爱我们到底，直到永远。是的，主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要记住此刻这种爱的感觉。主，是的，你的爱离我们这么近，是这么真实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神，我们一起来经历今天一段经文。这段经文呢，就很像刚才我们体验营也是爬山的。但是那时候怎么爬呢？那时候以色列的男人有季节，有3个季节要爬一次山。那是什么山呢？就叫做圣山他们一步一直爬上去。那时候可没有什么，没有这交通工具全部靠这2只脚而且一起爬上去。所以这个爬山的时候，我们就叫做上行诗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诗篇125篇1到5节。好，是来听传道来读等一下我们不断这些经文也会出来。记住，这是爬山的诗来，倚靠耶和华的人，好像锡安山，永不动摇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，免得义人伸手作恶。耶和华，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。至于那偏行歪曲道路的人，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。愿平安归于以色列。好，这是今天的这一段经文。好，我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？趴在地上的举手。感谢主谢谢你们跟我一样，谢谢。只有3位趴在半空中的举手。好，谢谢。半空中，在很高的山上的举手。那这些都是不高不低感谢主好，还是你们是在地底下不管如何，你在哪里？在9月份，新的学期开始，新的挑战，新的挫折，新的困境，或许说新的盼望，新的力量。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是什么，但是我知道是神要我们 up and go， 他要提升我们，就像我们刚才这些体验营一样神要借过每一天我们所经历的，要把我们从那个困境中，从那个爬不起来的当中，爬的平稳的当中，他要我们抬头仰望。好，怎么抬头仰望呢？好，你不觉得吗？有的时候你就像这个图一样，你的世界只有你的世界只能看到这样的光景，每天就是什么？考试读书，是读书，对不起考试读书，好，工作赚钱，哇，你就觉得你，可不可以有所突破人生可不可以有一点像样的日子？可不可以不要再趴在那里？那么我们要面对我们的困境，我们的这个挑战，我们超越困境。请问
我们会常常被什么阻挡住了？被自己，谢谢，被自己的什么？一个失败。很有可能你过去，你考试失败，很可能过去一个感情的失败，很可能过去有一个人，他伤害你，很有可能过去有一个什么别人的错临到你身上。我有一个个案，他只能躺在床上，他不能动，他跟你们一样，很年轻，曾经呢，他只因为服兵役完的时候要去找工作，一骑摩托车出去就没有走路回来，而是坐2个轮子回来。到现在，只因为一个人这样，白天酒醉驾车把他撞成脊椎断。一个别人的错，让我们被困在这里面。他已经困了20年。我们被什么困住？我不知道。你的困住是什么？很有可能困住你的只是一个什么？一张纸。哪一张纸？这一张纸。这张是什么纸？这张是纸吧？是吗？哈。有时候困住你的，让你没有办法往前的，只有这张纸。因为你想要怎样？安于现状。你想要日子就这样过了。所以我想，让我们困在那里的，让我们没有办法起飞的，我们要知道，求神帮助我们，什么是可以让我们可以起飞的。这一张纸，它可能遮住我们，让我们看不见前面的光。只要一点点的纸，就可以让一个人这样蒙蔽了他的心眼。你会说，传道，这张纸不够大，这张纸遮住还有看到光线啊，是吗？哈，还有看到可以知道哪边有光啊。问题是它一直挡住你啊，因为你被什么挡住？你被贪。贪就是什么？贪怎么写？贪怎么写？今天的宝贝，你相信吗？贪很简单，你看为今天的宝贝那个东西，你被它抓住，而且你再也眼睛没有办法离开，再也没有办法让你转向神的，就是你看什么为今天的宝贝？你看什么为今天的宝贝？台大吗？你看什么为今天的宝贝？8点档吗？想要幸福的人吗？你看什么为今天的宝贝？我要不断的晋级，我那个在那个电脑上不断要晋级，有人在等我，那个为今天的宝贝，我就要说你被困在那里。所以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再审查自己。你的宝贝是今天，如果是只有今天，我要说你被困住了。我们要看的是神给我们的宝贝是什么。好，所以传道要说，今天你来有福气了，有福的人，因为我们今天将会学一个东西，叫做一个可以让你 up and go 的方程式里面，可以帮助你能够被提升。那么我们要说，这个方程式里面需要一道的亮光。这道的亮光呢，就像今天诗人说的，依靠耶和华的人，好像锡安山，永不动摇。它是表达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光源哦。你想象一下，那个我说这个诗原来是谁在唱的？诗篇本来是可以唱的哦。他们可以唱怎样？可以唱说：依靠耶和华的人，好像锡安山，永不动摇，永不动摇。依靠耶和华的人，好像锡安山，永不动摇，永不动摇。我告诉你，谢谢。我告诉你，
这个朝圣上行歌，唱这个诗篇的人，绝对不是传道一个人在唱哎，谁在唱啊？所有的男人们，请举手。谢谢，没有举手的是怎样啊？哦，谢谢，请放下。所以传道唱的时候，你们跟着唱啊，因为啊，这些诗人上行车，他们要去朝圣啊，要去怎样？要去到耶路撒冷上面圣殿里面，所以他们会唱什么？依靠耶和华的人，好像锡安山，永不动摇。嘿，永不动摇。嘿，因为他们没有力气了啊！因为一阶，我们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啊？我不知道你今天以前过得怎么样，上个礼拜过得怎么样？每一次换新的环境，传道就会想到我曾经有过的，我曾经趴在那里，我不敢说话。传道在1、2年级的时候，人家说我是哑巴。刘英燕，什么事？刘英燕，什么事啊？没有声音。所以我的妈妈觉得不行，特别把我从台中转学到百灵国小。这里有没有百灵国小的？在士林。转去的时候，我妈妈就千叮咛告你，老师如果叫刘英燕，你就要怎样？有没有可能？有，你帮我有吼，我在家练习，有刘英燕，有刘英，而且要站起来，对不对？刘英燕，有刘英燕，有，好，其他的只要会讲有就好了。好，去百灵国小4年级一进去，哎呀，老师就介绍新同学，这边有没有这学期是新同学的举手？没有啊，你们都没有，有吧？升高1的啊，好，谢谢新同学，哎，你跟我一样，谢谢，好，请放下。好，我进去以后，一样老毛病又来了，我好紧张，2只脚好抖，好怕听到3个字，什么字？刘英燕，因为我妈妈跟我讲，喊到3个字刘英燕，我就哟，好，老师就说好，我们新同学名字叫什么？叫佑啊，不是叫佑。老师说今天新同学叫什么名字？刘英燕。然后就怎样？我就怎样？佑。老师说，不错哦，没想到从乡下台中2水来的啊，还有这么有这个开朗的心，不错。好，老师就说好，同学们来，新同学要爱护他，来，我们这样拿作业起来，来。这个第1页，这是假装是作业，我们以前作业，来，这个你要这样写哦。第1页，然后呢，刘英燕，听到什么？赶快再叫哟！好，知道，你叫新同学坐下。好，来，同学，那个作业哈，首先那个刘英燕，奇怪，老师那个表情怎么越来越不对？我知道你叫刘英燕，坐下。来，那个作业哈，首先要刘英燕，又叫我又，老师火大，老师讲什么？刘一叶啦，我听做啥？刘英燕啦，哦。所以那一天开始我就非常惨，我的形象完全没有了。我心里难过到极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。我甚至想自杀，我说：“神啊，你让我妈妈给我换一个环境，让我这么穷，全校都知道我叫刘一叶，第1页要刘一叶的，蝴蝶叶要刘一叶。”我说：“主啊，我再也不要去学校了。”我的妈妈就跟我祷告，她说：“你有看到亮光吗？”我那时候心整个绝望到底。她说：“耶和华给你倚靠啊，你没有听到那个诗篇说，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怎样？锡安山永不动摇。这不是拿来唱而已，你好好的唱。”所以我记忆很深，我一边说。依靠耶和华的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。
也不动摇。感谢神，透过这首诗，我不知道你人生中有没有曾经过趴在地上，没有办法祷告，没有办法说一句话，你绝望到顶到说：“我希望我从来没有出生过，我希望我从来没有活在这世界。”传道有接触很多人，他们就经历这一些。但是圣经，尤其诗篇，好不好？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，给他一个亮光。这篇，这是第几篇？125哦，不是野狼125哦，哈，5节而已，把它记起来，好不好？它会就像你做了野狼125一样，你的生命会起飞，因为这一个诗记起来。倚靠耶和华的人，好像什么？锡安山，永不动摇。怎么说呢？因为锡安山它在那边不会，我们从神一直用外在的环境来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的心总是被蒙蔽。虽然有一些光，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怎样，还是没有动力，因为那个光我看不见前面，被蒙住，我只知道光源，但是我不知道前面，我看不到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不敢走。接下来神要给我们什么？你看看这些山啊，你看得见的，你现在在爬这些山啊，你看得见的。神说，只要你看得见的，就像这些山，而且怎样？好像耶路撒冷被这些群山怎样围绕住？你可以想象吧，他们朝圣的山又有群山，好不好爬？绝对不好爬，所以他们又要唱什么？依靠耶和华的人，好像锡安山，永不动摇，永不动摇。就一直唱，一直唱，一直唱，就越来越有力气，越来越有力气。所以，我们人生在爬山一样，也是神给我们一道亮光以后，他也给我们保证，保证在这里啦，保证在这里，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呢。这个真是好啊！永远这句话真是好，永远就是会不会停止啊？绝对不会停止。谁能够爱你不会停止的？传道有没有爱你？有，都没有人听。传道有没有爱你们？有。会不会永远爱你们？不知道。来，有一天我老人痴呆了，我可能忘记你是谁了。但是传道要说，只要我有意思，我一定会爱你。但是神的爱更是不改变，从以前到现在到以后，永远不会改变。以色列的这些男丁1年3次去上耶路撒冷，就像是那一格一格往上走的路，神一直保守他们。所以依靠耶和华的，重新得力，休息以后还要再得力。我们有了保障以后要做什么？有了亮光，有了保证。各位啊，趴在那里绝对没办法自己怎样浮起来，然后 up and go。我们要的是什么？可能这个时候就要行动咯。你说传道啊，行动，问题是我出去以后我就马上被暴动怎么办？我马上出去就被霸凌怎么办？下骹有一句啦，你就可以去行动了。下骹那股是什么？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身上，免得义人怎样伸手作恶。所以你可不可以去行动？可以。你去了不用怕，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身上，免得义人伸手作恶。这是神说的话。恶人杖不常，请问恶人的杖会不会落在义人身上？会吗？有人点头，会吗？因为他讲怎样不常嘛，所以会不会？会呀。从哪里我们知道会呀？从哪里我们可以知道会？但是呢，不会永远啊，因为神说他永远爱我们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不会永远落在我们身上，是短暂的。恶人
是短暂的。我们从最近我们在看什么？但以理哈，但以理这个哈 ，Daniel 就是我们牧师的英文名字啊哈。他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？就是他缺乏智慧嘛哈，所以他需要智慧。哎，不是，不要这么，他今天不在。啊，这个录影嘞，好，他就是希望他的人生跟 Daniel 一样，在高压夹缝中生存哦。怎么样高压夹缝中啊？我告诉你，他在几岁的时候？这大约15岁。请问这里有没有15岁的？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曾经15岁的人举手。谁敢没有给我举手看看？哦，谢谢，放下来。我们都15岁，也曾经15岁过。哎，15岁才这么大呢，他就因为怎样，国家灭亡啊，国家灭了也很奇怪，怎么样？他的国怎样？哎，说起来话很长，想要知道那个历史来找传道了哈。他们就他们就是他的国家本来呢，巴比伦就去攻他了。这个国是谁的国？以色列国呢？啊，你会说传道，好，你有我俩对啊哈。你跟我讲说，上帝永远的那个爱永远不会改变，那为什么他所祝福的以色列会被抓走？哎，对哦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，但以理就是怎样？所罗门王后来记得吗？历史回顾一下，来，大卫过来怎样？所罗门王后代怎样？哎，分支喽，分北跟什么南？北怎样？吼，俄罗不济哈，俄罗不济，恁听有无？就是乱做，所以他们很早就这样被灭。后来南国呢，哎呦，多拄到一个西西家啊，哇，很虔诚啊，他反悔，我们都没有怎样听从神的话，所以我们要怎样？我们要悔改啊。于是他们又多了很多年，有多少年？也没有多少年哦。结果后来他们又不听从神的话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哎，但以理那时候的王呢，约雅敬，他们就那时候他在位的时候就被巴比伦这个攻略以后就被抓到哪里？巴比伦去了。哦，那个时候王就尼布甲尼撒王，哎，他们那个尼布甲尼撒王拜的都不是耶和华上帝，所以他就怎样？15岁的时候，他就坚决在吃的方面为主耶稣持守。他在高压夹缝中还求生存，他就说怎样？我不要吃你们拜过的，拜都要用什么肉嘛？那没有拜的菜，我吃菜好不好？他凭着什么信心？还有什么亮光？哪有什么保证？因为怎样？恶人的杖绝对不长，怎样落在哪里？一人身上不长。有没有长？有没有落在？有，会落在，但是不会长，好不好？如果你现在正在落在恶人手中，有没有人现在正在恶人手中的？神要说不常落在你身上，好不好？好，真的，如果你现在正落在恶人的手中，传道要说，不是我说的，圣经说的。我们不会常常落在恶人的手中，这是神的应许，不会改变。哎，所以我们从但以理就很清楚知道哦。你看他从吃的被挤压、被抓，哎，后来他也得着什么？得着了 up and go 的机会，还被提升呢，对不对？他不吃，好，那个总管就说：“呵，好，你气况怎么样？10天，看看你怎么样。”因为结果他吃素食，没有吃肉，反而长得更怎样？更好。神是信实的，你只要依靠就去做就对了。纵使有恶人在你身上，也怎样？不长啊，好不好？如果常常的来找传道啦，可以吗？好，传道带你祷告，你就会看到神的应许。好，这些都是哦。你看他多厉害！17岁遇到了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，他给他压榨，然后遇到这些事情以后，他居然还得到怎样高升？哎，到晚年不是晚年了，40几岁的时候遇到谁？尼布甲尼撒王的外孙做王，那当中当然还有好几个王。哎，伯沙撒的时候，哦，他还手写纸那个告诉他，上帝给伯沙撒怎样用手指写的他将来发生什么事。请问伯沙撒这个王有没有那个警醒啊？没有哎，他持续怎样？
胡作非为，结果在欢乐中怎样懊斗，对不对？哎，结果又换了一个被懊斗，又就哪一个国了？波斯哎，这个历史可以查得到的哦。波斯的大利乌王，结果大利乌王是哪号人物啊？他为什么会这些臣子会跟他讲说，大臣，我们的国家你最大。哎呀，这个大利乌王一听，心里非常怎样舒服啊？为什么舒服？因为大利乌王他是叛徒，他是谁的叛徒？他是尼布甲尼撒王的爱将，结果他去投奔谁？波斯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政治意涵更重了。对吼，你们都要给我跪才对。所以他就下一道命令说，只要怎样不拜我不跪的，会去跪别的神的，通通给我怎样抓来。请问但以理有没有听那个大利乌的命令啊？没有，谢谢。他怎么样？他还把窗户打开哦，惊人不知哦，怕人家不知道他祷告，怕人家不知道他跪哦。信心多么大！急或不然，急或不然的意思就是说，主啊，如果我被抓了啊，主啊，我因为敬拜你，我被抓了，我去见里面了，我也很喜乐啊。急或不然，我也愿意相信你啊。结果被丢在怎样？果然被丢在狮子坑，有没有懊斗？哎呀，感谢主！你看，你不兴奋吗？你若是落在被设计人的当中，圣经告诉你，你不常会落在恶人的手中。阿妹吗？感谢主！我相信在这社会上，不管在学校，在你的工作，我们一定会遇到恶人，肚子很饿那种人哈。因为他想要这个，他想要名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会落在他手中，但是神要保守我们，不常会落在神手中，这是神的应许，我们要抓住他的应许。好，我们有了什么？复习一下啊！第一节我们有了亮光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了什么？保证，我们也去行动了。这个时候就要信心了。你也去行动了，你可能会有挫折，因为你会落在恶人手中。这时候，你要不要持续相信？相信是什么？相信是什么？相信是什么？所望之事你讲传道你莫讲迄啦，你讲迄我拢听拢无，你讲迄个我听有诶啦。你讲的我听得懂的，相信是什么？拢无声哈。相信是什么？我跟你讲哦，你如果不知道怎么讲哦，没有关系的，因为这个字真的很难诠释啦。所以在翻译非洲的圣经的时候，讲到你要有信，要有望，要有爱的时候，请问那个非洲人那个信要怎么解释啊？要怎么翻译？你知道他用什么字翻译？你知道吗？摇椅呀，他们但是不是长这个样子啊？没有这么豪华。南非人他们的相信是两个床，那个树这有个吊床，他的相信用的字就是用什么？靠啊！你如果有个吊床在那个，你敢靠上去吗？如果敢，就是信心，就是相信。所以你敢靠上去吗？神给你靠，你敢靠吗？敢不敢？哎呦，拢无声啦！神给你靠，你敢不敢？敢啊！真的，你有了亮光，你有了神的保证，你也去行动了，结果你没有信心，持续不下去。传道要跟你讲，都归于什么？零。为什么？我们刚刚讲，有保证，永远不改变的。神爱我们，永远不会停止。我们也去行动了，但是传道要说，如果你没有信心，你信心一定要大于1哈。如果0点多会一个亮光，一个保证，一个行动。如果你没有完全的1，
传道要说乘起来 up and go 多少啊？任何一个数字乘以0是多少？所以你如果没有信心，不用讲了。你要对神有信心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你所有的努力，传道要说很拍摄，都归于零。所以有一天，我的女儿，她那个去那个怎么讲，就是竞选那个模范生啊，不是拍摄模范生啊哈，模范生，不是要那个宣传对不对？哈，还要怎样？这个就是说，请选5号陈以琳，5号陈以琳，请选陈以琳，后面笑成一堆，为什么？我们投给你几票都没用，陈以琳就0了。这是我女儿的名字，回来哭到不行。妈妈，你取了这个是什么名字啊？陈以琳都我不用努力了，都统统都所有的努力都归于空，陈以琳就是0。所以她不能 up and go， 只因为一个什么笑话。这是人家打击她的笑话。我们什么时候会被打击？那个信心啊，就陈以琳啊，你所有努力通通0，好不好？信心1个，至少要1个。你努力多少？你可能努力的只有0.1，乘以1也至少还比你努力的还多吧？拜托，我们只要在神里面，我们相信神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努力。这一学期的开始，我们一起来努力。传道愿意跟我们一起来突破，我们让我们的人生可以 up and go。上帝永远不动摇的爱，他会清除掉我们所有会阻碍我们 up and go 的这个清除掉。可以清除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你要相信，你要相信主耶稣，他要改变你，他要给你新的局面。真的，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神啊，我们真的是破烂不堪。传道有一个个案，这个是可以讲的，因为他授权我可以讲。他14岁就当援交，他没有办法接纳自己，他趴在那里。他说英燕姐啊，我的工作就是趴在那里啊。传道不知道。结果不知道怎么跟他讲，因为他看自己是破烂不堪。我让他选一个图像来表达自己，因为传道喜欢用表达性治疗。你知道他选什么吗？他选了一个破的杯子，因为他说他是一个破的。永远没办法装任何祝福，好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人，就让我躺在那里吧，我再也不要往前了。我不知道你的生命目前是怎么样，但是传道要说，你相信神的应许。如果你想 up and go， 如果你想，神就应允你。你就抓住神，像刚才那个体验营一样，靠上去，神就带动你，一点都不费功夫。真的相信神，我们来吧，我们就靠上去吧，让神带动我们的人生，让我们的人生不再趴在那里，我们全然来相信神。